马太福音第27章。透早，所有的祭司长甲民间的长老斗阵参详，要陷害耶稣，甲伊处死刑。因甲耶稣绑起来，去交予罗马总督比拉多。出卖耶稣的犹大看到耶稣已经受定罪，就后悔，摕迄30个囡仔去刑罚遐祭司长甲长老，讲。出卖无辜的人，我有罪啦。因应讲，无阮的代志，你家己负责。犹大将遐个囡仔ฮ็伫圣殿的内面，就离开，去吊死。遐个祭司长将囡仔捡起来，讲：这是废钱，无应该放入圣殿的金库。因参详了，决定用这个钱去买烧毁人的园。通卖总出外人，所以迄个园到今仔日也叫做废园。这个代志应验上帝通过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话。因摕迄30个囡仔，就是以色列人为着伊估价的价钱，照主所命令我的，去买迄区烧毁人的园。耶稣徛伫总督的面前。总督问伊讲：“你是犹太人的王是无？”耶稣应讲：“这是你讲的。”遐个祭司长甲长老控告耶稣的时，伊拢无应。后来彼拉多对伊讲：“因甲你控告做项代志，你竟无听见？”耶稣犹原无甲伊应，连一句嘛无。总督煞感觉非常奇怪。当年的搬嫁罪，照惯例，总督拢有放一个群众爱放的犯人。迄时拄好有一个人人拢捌的犯人，名叫做耶稣巴勒巴。所以群众聚集的时，彼拉多问因讲：“恁爱我放倒一个互恁？耶稣巴勒巴，还是称做基督的耶稣？”彼拉多知。因是因为怨妒，才将耶稣交予伊。彼拉多开庭审问的时，伊的夫人找人来，甲伊讲：迄个义人的代志，你千万唔通插。昨暗我伫民梦中，因为伊受真侪苦。遐个祭司长甲长老煽动民众，假因着要求放巴勒巴，甲耶稣处死刑。总督阁问因。恁两个人，恁爱我放倒一个互恁？因应巴勒巴。彼拉多问因：安尼，迄个称做基督的耶稣，恁爱我安怎处理？群众拢应。那一定是你个。彼拉多讲：是安怎？伊有做什么歹代志？因搁较大声话：那一定是你个。彼拉多看已经无采工，用要引起暴动，就摕水伫群众面前洗手，讲：恁家己负责。民众拢应讲：这个人的罪责，阮甲阮的子孙来担当。彼拉多就放巴勒巴予因，佮命令人用鞭拍耶稣，然后交伊去钉十字架。总督的兵士耶稣入去总督府，调集全队的兵，甲伊围起来。因将耶稣的衫脱起来，甲伊穿朱红色的长袍，再用刺仔编一顶王冠，甲戴伫头壳顶，将一支罗笛仔，互伊抓伫正手。因佮跪伫伊的面前起人，讲：犹太人的王万岁！因佮甲伊配喙烂。抓迄支罗笛仔，摔伊的头壳。因甲伊死人了后，将迄领长袍甲脱起来，佮将伊家己的衫甲穿倒转去，然后交伊去钉十字架。因出去的时，拄到一个古利奈人，名叫做西门。因强迫伊抓耶稣的十字架。因到一个所在，叫做各各他，就是头壳碗领。就用参考当的酒，予耶稣啉。伊担一个，唔啉，
兵士顶耶稣伫十字架了后，抽签分伊的衫，然后坐伫遐固守。因伫伊的头壳顶钉一个罪状，写讲：这个是犹太人的王耶稣。有两个强盗甲耶稣做伙钉十字架，一个伫正边，一个伫倒边。对遐惊奇的人，甲伊侮辱，摇头讲：你这个人讲要拆毁圣殿，3日内搁起来，就叫家己，你若是上帝的囝，就对十字架倒来。这市长、经学教师甲长老嘛拢安尼甲伊提笑，讲：伊救别人，无法度救家己。伊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就对十字架倒来，咱就信伊。伊信靠上帝，上帝若要救伊，现在就救伊，因为伊讲：我是上帝的囝。甲耶稣做伙钉十字架迄两个强盗，嘛同款甲伊侮辱。对中昼起，煞到下晡3点，全地拢黑暗。下晡3点左右，耶稣大声喊：伊利，列马撒巴丹尼，意思是：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哪会放杀我？有一寡徛伫遐的人听到，讲：这个人得叫以利亚。其中有一个人，随时走去摕海绵浸酸酒，放伫路底仔尾，拄去予耶稣死。其他的人讲：等一下，看以利亚回来甲伊救袂。耶稣佫大声喊一声，开就断。忽然，圣殿内的帐篱对顶到下离做两边，地大震动，石盘别离，门嘛开，有真侪已经死去的上帝子民的尸体，拢佫活起来。耶稣佫活以后，遐个人对望出来，入去圣城，出现互真侪人看见。迄个军官甲做伙固守耶稣的兵士，看到地动甲所发生的代志，非常惊吓，讲：这个确实是上帝囝。伫遐有真侪妇人人对远远伫看，因是对加利利对耶稣来侍候伊的。其中有抹大粒的玛利亚、雅各甲约瑟的老母玛利亚，佮有西比泰两个囝的老母。黄昏的时，有一个阿里马太的好野人来，伊名叫做约瑟，嘛是耶稣的门徒。这个人去见彼拉多，请求将耶稣的遗体予伊。彼拉多就吩咐人将遗体予伊。约瑟甲耶稣的遗体收落来以后，用清气的油麻布包起来，然后甲伊安葬伫家己的神墓，就是约瑟拍伫石壁呢的墓。伊佫搞一块大块石来踢伫墓口，才离开。迄时有抹大粒的玛利亚甲别个玛利亚伫遐，坐伫墓的对面。隔日就是被办日后迄日，遐个祭司长甲法利赛派人做伙去见彼拉多，讲：大人，阮会记得迄个变仙仔妖活地的时，捌讲3日后我会搁活，所以请你下令严守坟墓到第3日，才袂互伊的门徒来偷摕伊的身尸，说甲民众讲。伊已经对死人中过活，那安尼，这个最后的欺骗会比头一遍的搁较严重。彼拉多甲因讲：恁带卫兵去，尽所谓严密固守迄个墓。因就去用封条封迄块石头，留卫兵伫遐固守。